我们要排队请。哎，来点掌声叫舅舅！苏命来中间，因为以前你都是一个人来。对呀，我们主持的时候你都一个人来，这次带的这一群的小朋友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？人都失踪啊！这有没有原住民就是这么单纯，他也不会想太多，他就跟你讲，我就是人多势众，没在怕的。介绍一下这个乐团好。是他们是都是阿美族的年轻人，那我们给他们掌声吧！他们有一个团名是很厉害，阿美族英文很好的，就他们团名是英文叫 Fight。对啊，如果用罗马拼音念的话，还真不知道怎么念比较好的哦。是 OK 好。然后他都住在基隆八斗子一带。是。好，那我们就一一请他们让大家认识。当然都来了，对不对？你们敢讲话吗？就说我叫什么名字好不好？麦克风都递给他们了，一定要好好来认识一下。要找签名，等下找苏命嘛，他是经纪人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啊。好了，那就从把奈这边来，麦克风一个一个传过去。来，然后我叫什么名字这样哈？大家好，我叫浩宇。开懂包。没有，他们真的没有自我介绍过，第一次。所以今天第一次献给这个活动就对了哈，来。大家好，我叫念祖。好。大
大家好，我叫雅杰。大家好，我叫先毅。这个尖叫声就看出来他们有没有粉丝啊哈。好来，我叫浩宇。哎，有哎，真的有。大家好，我叫静邪。刚好把麦克风藏起来。大家好，我叫佑乐。大家好，我是乐凡。都跟你一样害羞啊，什么意思？怎么回事？对啊，想说他们刚跳的舞台都快垮了，可是讲话起来好害羞，像阿美族的男生都这样吗？对，我想说自我介绍至少翻个跟斗或者是吞个火圈之类，哎，完全没有哎，你怎么介绍的？真的没有，第一次这样啊，你们突然要自我介绍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我跟你讲，主持人最爱玩这种就是即时考验，有没有？就是看你们有没有在线上这样。哎，不错啦，给你们掌声鼓励好不好？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。看处女秀呢，就献给我们联名会的活动啊，对不对？是，我想署命哦，对于现场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熟悉。你看人还没有出来，大家尖叫声就已经到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其实我想巴奈跟他也合作很多次了。是啊，因为我们还同一个部落的，有没有？还要故意介绍一下。最主要是署命他其实非常的对部落文化非常用心。常常就带领非常年轻的小朋友一起来从事文化传承的工作。当然，他的音乐的表现，我们真的也可以说。真的很棒。对，受到金曲奖的肯定之外哦，其实刚才巴娜也对他哦真的很欧乐哦，因为不断的去提携后辈啊，不断的也让他们在音乐或者在演艺生涯当中有不断的舞台能够呈现。是，所以呢，刚刚那么震撼的一个舞蹈跟演唱，接下来第二首你们打算带来什么样的演出？等一下，我们在场太快放过他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啊，那么害羞，一定要挖出一些什么样狮背秀的哈。有，刚刚已经有小姐在点头，对，不能这么轻易。除了音乐之外，其实我还蛮好奇，因为你应该也参加很多的这个，譬如说平安夜啦，哈，圣诞的活动，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、很难忘，或收到什么样很惊喜的礼物一样？有没有？就现在啊，因为我们在水中间很恐怖，要跳舞。对，我刚看到有一个已经差点要掉下去，我想说如果他掉下去就红了呢。是啊，掉下去就真的是4倍秀了。是，那也是一种挑战跟考验啊。所以今年来讲，这是你有生以来最难忘的一次，对不对？很酷，真的很酷，怎么会在水中间过圣诞节？所以你有打算待会就跳下去吗？考虑一下。大家有没有掌声啊？没有。谁要拍10杯酒的话，就自己要跳下去。会感冒。是，遇水则发，今天会做还不错的，可以考虑一下的哈。好，所以我想这样的热情就继续来延伸下去哦。接下来带来第2首什么曲目呢？这首歌叫《马乌拉哈里卡库迪索安娜》。哎呦，这首歌什么意思？你们知道吗？来解释一下，打个字幕好不好？来，这个意思就是我喜欢你们。哎呦，署名说喜欢大家也真好，我有翻译对吗？可是他讲的很不太喜欢的感觉，讲的好像一副我很欠你钱一样。再来一次，你要用的很浪漫，很深情，很深情。好，1、2、3。马乌拉海卡古迪索安娜，掌声欢迎署名。会唱就一起唱好不好？学一下阿美族的话，听起来像法文，虽然我们看起来黑黑的。
谢谢 Sumin 跟 Fight， 谢谢。拜。你是舍不得走是不是？没关系，待会可以继续到点灯哦。